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你搞懂了没？我是小佳。中嘉宽频长期推广媒体识读教育，更与台师大携手举办手机影制工作坊。为期2天课程，除了教大家用手机产制影音之外，也推广公用频道，让民众提升媒体素养，进而行使媒体禁用权。公用频道存在许久，仍有许多民众想使用，却不是那么清楚规则。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与中嘉宽频合作，举办手机影制工作坊，吸引民众报名学习拍摄、制片技术，同时了解媒体禁用权与媒体识读的重要性。公用频道节目是由谁来提供？所有看公用频道的人来提供。你既是一个观众，你也是一个生产者，所以公共电视某种程度，它在跟观众的关系是观众的角色不同，跟观众关系一样，它还是做节目给你看。TVBS 做节目给你看，公共电视做节目给你看啊，所以它是做节目给你看，所以你都是一个被动的节目的接收者，你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可是公用频道不做节目。因为公共频道谁才是公共频道经营者？所有订有线电视，甚至广义的所有拥有这个系统的那个地区的民众，你既是消费者、乐听众，你也是这个频道内容的制作人、生产者。但公共频道就是实践媒体禁用权的一个方式之一嘛，所以民众可以透过投影片，就是把自己的影片放到公共频道上，表达对自己或者是对时政的看法，所以它是一个禁用权的展现，非常应该说它是一个禁用权展现的方式之一。所以媒体素养当然我觉得是很重要了。第一个是基本对媒体的认识，是他们要辨别什么是好的媒体，什么是坏的媒体，然后再加上是他们可以怎么去使用。然后像我们的工作坊也有提到说，基本的色情、裸露、暴力或是商业媒体，这个都没办法在公用频道上面做分享。那在这一点，我觉得他们来这边就可以认识基本的一些媒体的知识。面对资讯爆炸的时代，民众如何聪明阅听，避免被假讯息受骗？透过公平无私这款桌游，了解到讯息背后可能有许多操作，呈现出给观众接收的模样不全然单纯真实，也提升辨识假消息的敏感度。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可以借由桌游的部分，然后去了解说公用的那个频道跟商业的频道的不一样。真消息跟假消息的话，就是可能会先看过，第一次应该是会先看过带过而已。对，那如果他一直反复出来的话，就会会不自觉的重视它，然后会想要去了解说这个的真实性是如何。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全民都应该要具备的基本知识，就是在学校里面会有学习到。那民众的部分的话，我会在日常生活中，像是平常看新闻媒体啊，或是电视的时候，他们应该要知道怎么辨别说，这些讯息哪些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工作坊吸引超过60位民众报名，30多位学员参与，透过理论传授与实作，促进有线电视公用频道的使用，也从而提升民众媒体素养。记者翁允俊台北报道。南崁国中推动特色媒体识读课程，结合跨领域科目提升学生兴趣。其中在8年级的课程中，特别结合公民课的公投，让学生讨论并公投是否支持全面禁用抖音的政策。一方面希望能让学生更了解媒体如何影响社会，一方面学习如何讨论公共议题，深化公民素养。然后我们这个感受为一个是惊讶，因为毕竟同学们一一上台向大家分享小组讨论出来的论点与依据。他们是桃园市立南崁国中8年级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针对是否该禁用抖音这新兴媒体的政策进行讨论。原来这是一堂结合公民课公投议题以及媒体识读的弹性课程，透过学习单以及实地模拟公投，让学生了解复决创制以及当今新兴媒体问题。同学们也分享了上课心得，透过公开发言，了解彼此对于使用抖音的观点，有助于凝聚共识，也提前练习培养民主的投票素养。我觉得这堂课就是让我们从讨论，然后产生议题，然后有出来一个公投的题目，然后最后到投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然后也可以在
未来加以运用。我个人是觉得抖音应该是要禁的，因为它确实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啊、生活作息，然后还有生命。我觉得有些不同意的同学讲的也蛮有道理的，像是有人会说，就是看使用者自己的使用状况还有方法。对，我觉得这样确实可以帮助同学们，然后可以在同学之间，然后增加一些讨论机会。老师也说明课程规划，为了引起同学兴趣，跟上时事讨论禁用抖音的各方面政策，而且为了让情境更加逼真，老师不仅拍摄不同风向的网红影片让同学们欣赏，还发下极度拟真的公投票，并让同学们亲手投票来决定支持与否。希望学生一方面了解媒体如何影响社会，一方面也学习如何讨论公共议题。挑战抖音上面的比如说吸喷剂啊，或者是跳船的这些东西，那导致很多青少年或者儿童这些无法去辨别这些是非对错的儿童，可能因为挑战而导致丧失了生命。加上呢，其实抖音最近也因为全球很注意这个议题，那它牵扯到国安的议题、隐私权的问题，还有青少年权益的维护的问题。那这些都跟现在的国中生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然后借由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能够越辩越明，然后知道为什么要禁或为什么不要禁。南崁国中从2020年开始推动媒体识读课程，来自不同领域的老师们分别结合自己的学科专业，来带同学们学习传播媒体的不同面向。老师也分享，每当看到有同学真的对这些问题有所共鸣，愿意主动发言或提问，就让他感到十分欣慰。当有学生跟我说，老师这堂课我觉得好开心，或者是学生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很努力的说出他的意见，甚至学生在下课的时候会主动来跟我讨论一些现代的时事，或者是说他对这个时事的看法。那我觉得我内心真的非常的窃喜，因为这无非就是我们当老师一个最开心的一件事情。藉由融合跨领域知识以及创新活泼的课程，让南崁国中的媒体识读课程成为学校特色，并获选为教育部指定的媒体素养基地学校。老师们也表示会持续调整课程设计，来获得同学们的共鸣，进而在国中3年扎根同学们，成为具备媒体素养的公民。记者刘雨婷桃园报道。玩桌游也能解读媒体现象，学会辨别假讯息，你相信吗？为了倡导台湾媒体素养教育，提升国人媒体识读的能力，一所大学特别举办教师研习工作坊，期待透过种子教师的培训，逐步深化国人媒体识读的正确观念，带大家一起告别假讯息。等下可能有人要攻击你，也不一定攻击我，因为老师你是第一个玩家。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在一所大学的教室里面玩桌游，笑声不断，而且一旁还有专人讲解游戏规则，相当专业。看到这个画面，你可能很难联想得到，其实正在玩桌游的这群伙伴，都是来自全国大专院校的老师。他们今天齐聚一堂，就是为了提升自我的媒体识读力，并且学习系统性的教学技巧。因为在课堂上，我们常常在讲媒体素养有哪些面向必须要注意，但是其实学生没有办法这么深入的去了解。那透过桌游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他就可以知道说，有收视率，它可能会跟可信度之间的一个连结性。那同时也可以去提升学生的一个课堂的参与度。这个桌游是非常有趣哦，透过那个桌游的过程，了解到媒体的一些正向的策略跟攻击的策略，还有基本的策略哦。那这些策略可以说是让我们去了解到媒体在经营过程中有哪一些可能遇到的障碍，还有哪些利多跟利基的部分可以去发挥，然后对整个社会有正向的这样的一个风气的推广。这个我们是在那边学到蛮多的。把所有有关于那种媒体素养的各个议题，我们把它系统化变成课程，然后在这边就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也藉由这样子的有一套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讲义还有相关的这种所谓的教材的设计，也希望说借由我们这个学员他变成种子教师之后，然后把这样一个教材能够带到我们每个大学的学校里面，然后去教导他们每个学校的学生。随着网络发达，资
讯传播越来越快速，许多错误的资讯不断的被制造，并且透过各种手段以讹传讹，造成社会的混乱。为此，近年来台湾持续倡导媒体素养教育，并且透过媒体识读种子教师的培养，希望透过点线面的交互作用，全力提升国人的媒体识读能力。因为老师们首先要先了解，比学生们更了解什么是媒体素养这一块，然后他们可以就是更去增加他们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再去用桌游的方式，再加入老师们的专业知识，去更有趣的去让小朋友去融入媒体素养教学这一块。所以种子教师的意思就是说，希望说我们能够开设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素养课程，然后这种媒体素养课程呢，在整个大学的开课，然后让整个我们的大学生能够借由这样一个课程，更了解一些相关像媒体怎么样创造新闻啊，然后媒体怎么样创造这些假讯息，或是我们从整个听众，我们从整个观众，或是所谓的一个手机业使用者这边，能够了解这个讯息的一个真伪是怎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媒体素养课程很重要的意义。科技不断进步，假讯息的生产模式也持续进化，因此媒体识读这门当代显学更显出其重要性。为此，教育部特别推动高等教育媒体素养课程发展计划，并由一所大学担任南区资源中心，透过教材研发和工作坊的举办，培训种子教师，期待能逐步带动国人共同深化媒体识读的正确观念，并且向下扎根。记者苏焕君高雄报道。台南市教育局为了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避免沉迷网络，特别以创意活泼的方式强化校园网络成瘾防治，并加强打诈宣导，期盼能降低学生沉迷网络的几率。化身成网红，探讨网络言论引起的人际纷争。现在学生都喜欢在社群平台上开账号与他人互动，然而不恰当的言论一出现，就会变成现实生活中的纷争。都看6个小时的电脑了，也该休息了吧？你很烦呢。以乐高动画与新闻播报方式呈现网络成瘾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台南市教育局持续宣导正确使用网络的习惯，希望透过影片比赛创作过程，推广健康上网、聪明上网的观念。有一些是假的，像是一些什么网站的网址啊，或者是他会伪装成什么银行账户员啊，一定要那个3010，看30分钟，一定要休息10分钟。过度的上网，还有就是网络成瘾是一个学生们最常见到的问题。那我希望他们能够去思考这些对他们来讲，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上的哪些层面。现今网络发达，社群媒体兴盛，家长也有必要督促孩子规划学习以及自律生活，并与孩子共同讨论制定上网公约，培养孩子网络使用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家长真的要费心的，不能够把这种教育呢丢给学校，因为网络诈骗其实家长是有责任的，你不可以不晓得说你的小朋友到底在网络上面他是上哪一个网址，或是哪一个界面进入到他不该看的东西。我们家小朋友算是吝啬，这当生只要有钱的东西他就不会看了。那如果说对外的话，基本上这个真的是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的教育方式，因为我觉得学校的宣导也不够。教育局规划网络成瘾防治周宣导，更透过每年2次的问卷，辅导学生找出兴趣目标，也委托亚洲大学制作网瘾防治教材，让学校运用，更提醒要小心网络陷阱。网络上的诱惑的这个点很多，那往往里面都隐藏着这个包括色情啊，或者包括这个甚至被引诱去当车手那甚至于会有一些投资诈骗的要为了想要去赚学费，结果想要弄得到最后血本无归的，可能也会有。所以这方面我们也请警察机关多加强查缉一些网络巡逻
的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个可能。希望透过多元的方式，让孩子更能够吸收，也会更能够了解这个网络成瘾或相关的议题的重要性。摆脱网瘾诱惑，避免网络诈骗，家庭教育、市府宣导双管齐下出新招，建立孩子们健康上网的生活习惯。记者周怀台南报道。您收过催缴水费的诈骗简讯吗？是看到连结就点进去，还是会再思考查证一下？台湾自来水公司请民众要认明水费的简讯来电码为111，也呼吁民众收到可疑简讯，当下要冷静再来查证清楚。诈骗满天飞，尤其是收到水费欠缴通知，通常让当事人很着急，连水公司员工自己都收过水费欠缴的诈骗简讯。我大概2年前也是收到水费的哦，我们自己公司的，我自己吓了一跳。我想说，平常因为大概这些费用大概是我太太在处理嘛，想说奇怪，为什么我没有缴？因为没有缴水费，如果被断水，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对生活造成很大的这个困扰。那我其实那时候很想去点那个连结。好像好久没有缴水费，好久没有看到账单了，所以当下看到这个简讯真的是蛮惊慌，会以为说，我真的是没有缴到这个水费，所以就赶快跑来水公司这边询问，这样子就是觉得现在简讯太多了，真的是很难分辨。就是像水费，然后还有监理站，还有可能信用卡被停用，然后他会要求你就是可能有一个网址，然后你要就是去点进去，然后就是去做申请什么的。为了打击诈骗，台水公司统一简讯来电码为111，让民众清楚认明，也呼吁收到可疑简讯一定要先冷静再查证。那其实如果以我们自来水公司的话，他如果传的简讯我们是有遵循那个，如果是我们传的话，他的对方的这个号码会出现111这3个数字，就是方式变得很简单，你只要看到那个来电是111的话，就比较好分辨。对，方式这样简单很多。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像我自己也有收到水公司的诈骗的简讯，对，然后但是因为我家不是自来水公司，对，是台北自来水，所以就会发现有不一样。然后你如果是收到像一般是你的行动电话的这个号码的简讯，甚至有886的。好像是国际电话那个绝对是有问题。对啊，直接挂断，没错，我就直接挂断那个电话，就觉得陌生的电话都不要接。资讯真的是太发达了，所以民众应该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对，然后应该就是大家可以去反搜寻，然后或者是先不要急着就是把网址点进去，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因为滑手机滑得非常习惯，看到什么就点得很快，所以可能就是要先思考一下。当民众你收到如果这种怀疑是诈骗的简讯如果以我们台水的话，我建议你是直接可以手机你就拨打1910，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全省的一个服务专线，你可以就是直接跟这个线上的去查询说你到底水费有没有缴，那要如何来缴费。台水公司也建议银发长辈收到可疑简讯，如果无法辨别，可以请家人协助查看或询问，千万不要点连结，落入诈骗陷阱。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相信许多人在吃完饭后，时常会有在吃一些水果的习惯，但最近在网络上却有流传一则讯息，指出饭后吃水果容易损害健康，这究竟是真的吗？让我们请专家一起来解答。在吃完饭后，很多人都会再吃个水果，来让每一餐更加营养均衡。但最近在网络上却有流传一则讯息，指出在吃熟食后，体内的白血球会升高，而在饭后吃水果容易损害免疫系统，甚至会有致癌的风险。您觉得这是真的吗？饭后吃水果，我觉得不太合理，因为以前都听说饭后吃水果是蛮健康的。应该都饭后吃嘛。这自古早到今嘛，就是拢食饭食了到咧食果子的。我都不一定，大部分都吃饭再吃水果，没有关系，应该没有关系呀。似乎大部分人并不太相信饭后吃水果容易致癌的说法，而人们平时常吃的水果究竟会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呢？就让专业的营养师来为大家解惑。其实水果它有很好的营养素，在我们食物里面是6大类里面的一大项。所以今天吃水果会造成致癌，或者是说会造成免疫破坏，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一个观念。
那因为我们食物继续往下面消化吸收来讲，其实你要把它优化成破坏免疫系统是没有那么简单那么快的。所以营养来讲的时候，其实今天我食物到胃里面，我今天吃水果，它并不会说因为吃到胃里面就会去破坏我们的一个免疫系统。至于什么时候是吃水果的最佳时机呢？营养师也提出说明，表示任何时间吃水果其实都是可以的，但还是要评估自身身体状况。另外，水果的摄取量也应该以每天2份为限，避免过量摄取影响健康。可是如果我们吃饱饭后之后马上吃水果，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吃得太快了，然后水果再继续吃下去，可能会觉得更饱胀感。那饱胀感来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因此来讲，我们会建议可能饭后大概休息个半个小时，或者是2餐之间吃也没有问题。那如果是胃是 OK 的，那么您饭前吃、饭后吃或饭间吃，这些都是 OK 的，只是一定要控制量。近期食安议题讨论不断，网络上也出现许多食安或健康相关的讯息，是真是假难以分辨，所以对于不确定的讯息，都应该要保持怀疑的态度，并且向专业医疗人员或网站进行求证，以免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我对这件事情有疑虑的话，我会去查证它是否是正确的消息。如果一般来讲，我们针对这些讯息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一个可以就近问医疗院所，都会有营养师、医疗人员、医师人员都可以，或者是直接不方便到医疗院所来洽问的话，也可以直接上网。那上网来讲，尽量找公正的单位，比如像说卫生福利部有一个食品药物资讯网，或者是健康99，或者是说各县市的卫生局，它的首页里面食品科里面，他们都有一个可以查询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管道。网络上的讯息五花八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面对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提醒民众还是要养成随时查证的习惯，并且不要随意转传来路不明的讯息，以避免虚假讯息带来的危害。记者王仲凯高雄报道。三峡分局办理诈骗宣导讲座，与会的民防干部及义警们认真听取分局宣导相关真实案例，了解新型的诈骗形态及防范手段。20号上午，新北市警察局三峡分局办理113年三峡义警民防干部训练活动。三峡分局侦查队小队长为参与的人员们宣导相关的诈骗真实案例。最常见的诈骗形态包含投资诈骗、恶意网站连结及交友诈骗等等。基本上我们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分局年度的干部的民防义警的一个训练课程哈。那我们回去以后可以将这方面的资讯，可以告诉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或是我们的一个民防的弟兄哦。那如果有发生类似诸如此类的事件呢，一般我们都会请我们的同仁或弟兄宣导，尽量去分局或派出所备案。是。今天的课程也主要是做宣导那个诈骗为了要防止那个诈骗及吓阻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第一个求助的就是报警，再来不要接那个来路不明的那些电话或者是赖账号，填写一些个资这些都是要非常小心去注意也希望大家要互相宣导才能够有效吓阻诈骗。三峡分局也呼吁民众防范金融诈骗的5项要点，包含不接陌生来电、不点未知连结、不听信投资名牌、不怕陌生威胁及不提供个人资料，才能够有效避免非法之徒榨取钱财，造成个人损失。一般就是那个投资理财的部分，一般来讲，有的是还有的是爱情诈骗，这一种比较多。那实际上很多是属于老人家会被受骗的几率蛮高的。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分局能够结合我们在地所有的邻里，因为一般邻里都有一个邻里的一个活动。那有这个活动的时候呢，尽量就是说能够派我们的分局的一个
长官能够去做宣导。为什么？因为邻里活动，因为我们现在都老龄化嘛，那很多老年家都会到活动中心去做一些活动，比方说老人共餐啊，诸如此类的活动。那在那个时间点去宣导诈骗是最好的时机，这是我的建议。最主要我们还是要记下165反诈骗的那个电话，有些来路不明或者是不清楚的话，我们就先打这一支电话。诈骗形态不断升级变化，警方预防措施也得与时俱进，透过宣导将正确的更多资讯传递给更多民众，避免因为资讯更新不及，不幸受骗上当。记者李根基新北场报道。随着科技进步，假讯息的生成模式也越来越多元。想厘清正确观念，学会辨别真伪，请继续锁定你搞懂了没？我们下次再会。小小神厨体验营，小小店长体验营。老婆，你看，干嘛？你又在乱买东西了吼？不是啦，暑假就快到了，不能让阿宝一直闲在家里打电动。你看，这个脸书上面就可以报名这么多营队。阿宝整个暑假都很充实这么好康，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呦，老公，这种一页式的广告要小心，它可能是诈骗哦。你看它这边根本没有官方认证的蓝勾勾，还有如果发文历史很短的网页，就要特别小心。好，现在其实网络上或社群媒体真的是朋友转传的讯息很多，那很多是没有经过查证。其实台湾有很多的事实查的机构，所以你可能也就要去看一下，做一个比较聪明的乐听人。记得哦，讯息连结不乱点，小心求证最安全。